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位59岁艺人彭文林，昨深夜突然间伫社群媒体来发文章，讲伊6月底发现肠癌是食道癌零期，已经去开刀，即摆只要定期来追踪。伊讲伊检讨着家己的生活习惯，第一爱啉烧汤。 第二，每一暗要困之前，拢会啉一杯高粱酒。伊讲应该就是这2个原因，所以食道来生癌。啊，医生嘛讲，食道癌大多数拢是食出来的。在很久很久以前。 简单的打扮，伫咧镜头前弹吉他唱歌，艺人彭文林伊歌声真好听，你一定看袂出伊才当做完感情治疗。25号半暝，彭文林雄雄伫咧网络顶讲，今年6月底做全身的健康检查，发现得到食道癌。1、2、3、4。过去拢互人感觉伊健康的形象，讲着家己注重养生，嘛照起讲伫咧运动，想不到会得到食道癌。当时是查某囝拔酒精来发现妈妈的肝指数无啥正常。彭文林嘛讲，这几年为着要互家己放轻松，困之前拢会高粱啉一杯啊。平常时啊嘛真爱啉烧汤，烫着喙孔破皮嘛不要紧，遐毋过已经伤着食道。到胃里面呢，这些胃酸会增加。 那增加以后，因为他又睡着的过程中，食道逆流的时候，这时候很强的胃酸会刺激他的食道黏膜病变的机会是很大的。医师提醒，除了食槟榔、啉酒不好习惯，才会方便将在食刺激性食物，亲像咸的重咸口味、鲜的肉类，拢可能增加肠癌风险。8岁就开始唱歌，一路的还债。 彭文林知影得到食道癌了后，佮甲查某囝讲，伊这世人过甲真精彩，别后悔啊！毋过加在伊肠癌也是零期，无需要化疗，手术过已经好真济，所以来只要定期追踪。因为我们两个认识这么久，那彭文林的默契，理这工会渐渐嘛传出肠癌，两人拢用互相加油。彭文林讲到，这边理这来家看，送的竟然是一大颗的保湿面膜，提醒病房冷气真冷，皮肤都爱顾好水。和彭文林是笑甲夹夹扣，希望伊会当赶紧恢复健康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